续来到高雄的大社，有一个1岁半的小男童，头壳有骨癌所在受重伤，送病院救无转来，亡生了。检察官验过尸体了后，认为伊23岁妈妈有伤害致死的嫌疑，这个妈妈已经予收押。检察官早起，搁到殡仪馆去复验，囡仔的妈妈嘛互带到现场协助了解，要来找出到囡仔死亡的原因。 监视器翕到昨日下晡3点多，姓李的查某人骑倒摆赶对高雄大社的厝，甲姓吴的查某人将身体无爽快1岁半的后生送病院急救。医护人员治疗囡仔时阵，发现伊规身躯有真侪乌青、手部骨折，遂报警通报社会局。当时囡仔老母讲，是囡仔为病床顶拨落来才会受伤。 拨落病床卡了后，囡仔戆神，佮喘大气。昨半暝1点多，宣告囡仔救无活。昨下晡，检察官甲法医前往殡仪馆验尸，发现囡仔23岁姓吴的老母，认为伊有伤害致死嫌疑，当庭逮捕。察官讯问后，认被告犯罪嫌疑重大，原向台湾桥头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。查甫囡仔敢若是互因老母苦毒才会过身。 是讲问附近的厝边，大部分拢无发现个样。就是其他房客的话，如果有听到声音啊，都很会那个吵架，就很会抱怨给我听了啊，都没有人反映他们呢。我就是讲奇怪，来这租厝也无咧做工课，是安怎生活？今日早起，检察官佮来到殡仪馆复检，是要调查囡仔死因。 去互羁押禁见的老母也互带来到现场，老爸随后也到位协助了解状况。有关囡仔过身的真相，阁需要检警进一步调查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